继续来到彰化，这连几啊天落大雨，落到一寡青菜、水果拢起价咯。像这个菜瓜，一斤为10块起到70块；卡马豆为20块嘛是起到70块，拢起超过一半。自助餐的头家讲，实在无法度，一粒便当只好调起5块至10块。用免费炒青脆的高丽菜。 看马豆切着细地伫咧大鼎内底啦，所以烤卵落去炒，正做大人囡仔拢爱食的看马豆炒卵。自助餐业者逐工拢爱准备最美满的菜色，不过因为小林刷落雨天，真侪菜拢浸甲烂去，菜色量少，价少对得起。菜瓜嘛拢起，大项拢起价，苦瓜。 自助餐平常时对大量进货，介绍起上济的几项菜，包括菜瓜一斤为10块起到70，卡马豆20起到70，苦瓜25翻倍起到50，拢起超过一半。服业者做生意拢做甲现餐。甲人去加5块啊，加10块安尼。那自助餐业者有感受到欧巴桑妈妈去市仔买菜，买加啉钱才当买到同款的分量。 这以前可能讲头前100-200块，200块，即卖400块。为溪湖果菜市场高效行情资料显示，这几天市场平均价数比顶礼拜起4块到6块，真侪农民拢惊哪个价数呢落雨，无菜摊板，价数可能继续起。因为到货量减少以及豪雨造成的水伤，恢复正常的话，可能就是要看天候了。 最近的葱仔莫非较早40-50变做爱100，敢若希望卖个落雨，菜价才当赶紧回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